大家平安。今天4月10日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也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愿上帝的智慧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要一起来敬拜，只要有上帝在我们左右，我们就不怕什么；只要有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够领受这许多上帝的恩典。虽然有许多挑战，有许多的试探临到我们，也让上帝带领我们走过这一些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上帝的手中。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天使天军，仇敌的攻击，我要更坚定信靠你，你是我力量，你是我永远的拯救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必不惧怕。靠着你的胜利，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必不惧怕。神啊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。天使天军，仇敌的攻击，我要更坚定信靠你，你是我力量，你是我永远的拯救。我是神所拣选的，我是神所拣选的，谁能控告？谁能抵挡？我是神所拣选的，我是神所拣选的，谁能控告？谁能抵挡？我是神所拣选的。我是神所拣选的，谁能控告？谁能抵挡？我是神所拣选的，我是神所拣选的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必不惧怕。靠着你的胜利，你的应许，我永远不放弃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。
在主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地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，愿主的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。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4月10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3章第16节到第28节。列王记上第3章第16节到第2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有一天，有2个妓女来见所罗门王，站在他面前。一个说：“陛下，这女人跟我同住在一个屋里，我在家生产的时候，她在那里。我生了一个男婴，2天后，她也生了一个男婴。这屋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没有别人。一天晚上，她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孩子，她就半夜起来，趁我睡着，从我身边抱走我的儿子，放在他怀里，然后把他那死了的孩子放在我怀里。第2天早晨，我醒来要给孩子喂奶，发现他已经死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那并不是我的孩子。”另外一个女人说：“不，活着的孩子是我的，死的才是你的。”第一个女人回答：“不，死的孩子是你的，活着的才是我的。”他们就在王面前这样争吵起来。所罗门王心里想，他们2个人都说活着的孩子是自己的，死的是对方的。于是他说：“给我拿一把刀来。”左右的人把刀带进来，王就下令把这活着的孩子劈成2半，一半给这个女人，一半给那个女人。那活的孩子的母亲因心疼自己的孩子，就对王说：“陛下，请不要杀这孩子，把他交给那女人好了。”但另一个女人说：“不必给我，也不要给他，把这孩子劈成2半吧。”所罗门王说：“不要杀这孩子，把他交给第一个女人，因为她才是孩子的真母亲。”以色列人民听到所罗门王这样的裁决，都很敬佩他，因为他们知道上帝赐给他智慧，能公平审断案件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3章第16节到第28节。那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当我们在读今天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可能大家都蛮熟悉的。其实这段经文也有很多政治人物，也或者说一些评论家，他们也有时候也会拿这段经文来成为他们的例子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去看到说，在许多时候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去处理事情，其实不容易，有智慧去处理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个案件的时候，其实也会发现说，哇，这个事情要怎么来处理啊？如果我们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所罗门他所处理的方式，我们可能也在想，那要怎么处理？用我们现在方式，可能就是送去做 DNA 的鉴定。以前，如果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，会用什么滴血认亲啊等等的啊，假设刚好他们也刚好血型一样，怎么办？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，哎，长得像不像等等的。其实有时候像不像，某个程度有些会觉得，哎，蛮主观的。其实在这当中，我想有很多的处理过程，在这里面到底要怎么样去认定这是谁的孩子？所以这真的不容易去处理这些事情。所以在这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有一天有2个妓女来见所罗门王，站在他面前。所以这2个妓女把孩子带到他面前来，我想，不知道当时的制度是怎么样。如果在摩西那个制度的话，已经分成了50夫长、100夫长、10夫长这些来处理了。如果用那个制度来看的话，可能就是那10夫长、50夫长、100夫长、1000夫长，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，甚至有可能那些祭司也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所以当中那些过程走过去之后，来到所罗门王面前，让所罗门王来处理了。当然有可能前面就已经跳过那些，可能制度已经不一样了，所以在这时候已经前面那些可能直接跳过去，或者说前面的那些制度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所以就带到所罗门王来的面前来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当然也包含了前面所罗门王他领受了从上帝给他的智慧。所以当他领受这样的智慧之后，接下来这边讲到说，有2个妓女把这事情带到所罗门王的面前。所以当我们看了今天的经文之后，其实也会发现，今天这经文这个案件是很棘手的。这些可能比较小的官啊，或者前面这些人，他们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可能遇到一些问题，可能会找派出所警察，可能会找里长，可能会找一些人，但这样案件有可能送到找议员、找法官，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最后还好我们现在可以用 DNA， 但 DNA 会不会被人家作假，都有可能。所以当中用 DNA 去验出啊，哇，这哪一个才是谁的孩子，就这样区分。但是从以前到现在，其实虽然我们的医疗很发达，但是我们台湾还是发生过几件抱错孩子的事情，而在其他国家又更多了那种不小心或那种刻意抱错的。那到底怎么样来处理？有人到后来养了孩子，养了几10年才发现是别人家的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有很多事情在当中发生。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的？这个案件在当中，我们究竟怎么样去处理它？当然，我们都知道说所罗门王说拿刀子嘛，一刀两半，一人一半，这样最公平。也透过这当中要去了解，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母亲？用人的心态来处理，用人的心来处理。所以当中其实那处理已经不是说我们的那些客观的证据怎么样了，可能已经拿不到那些客观证据，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。所以在当中讲到说，讲到说，陛下，这女人跟我同住在一个屋子里，我在家生产的时候，她就在那里。所以在当中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已经没有其他亲人，他们是2个人住在一起，然后在当中在陈述的是，这2个人也分别生孩子。所以这第一个生孩子的人，当他生的时候，是另外一个女生也在那当中。所以他说，在我家生产的时候，她在那里。所以其实也可以讲到说，她其实没有任何资源了，只有她没有丈夫，没有婆婆，没有什么的可以来帮助她，她就这样一个人。或许在当中，她是已经算是被遗弃了，或者她已经离开家，脱离家庭了。
所以在当中，他这样子生产的时候，只有另外一个这女人在那边。我生了一个男婴，2天后，她也生了一个男婴。所以这2个孩子只差2天，大小差不多。如果差个2个月，很明显可以看出来，但只差2天，这样看起来是差不多的。所以他说，这里面只有我们2个人而已，这个屋子里面只有我们2个人，没有其他人了，也就只有我们2个人。然后接下来也包含这2个婴孩，所以没有其他人会来这边，也没有其他人跟我们住在一起。所以这当中这样的事情，他在陈述的是，这就是一个很简单、很单纯的状况。只是我们常常也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是罗生门，各说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谁说的才是对的。所以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到底要怎么去辨明？所以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其实在这些观的当中，其实很多时候你在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常常用你的喜好，用你跟这个人的关系。这也是我以前常爱说的。其实我们虽然信主这么久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，都是用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来判断这件事情，而不是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是非。所以当我们要真的是公正的去判断，我们要去了解这是非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要花很多心力去处理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都是我们说我们很公正，但是当我们去厘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公正是我站在这个人的身边是公正的，因为我跟他比较好，我判的利益大多是这一边，那边的人也是一样，所以会变成2个族群在对战。因此在当中，当我们真的要公正，你真的有公正吗？如果这些人有很多人是跟第2个女人比较熟的，他一定会说那是他的孩子啊，那是他的，用各种理由来说这是他的。你看，从头发型，从头发颜色，从眼睛，从耳朵，从嘴巴，从各个方面来讲，你看就是他的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处理事情就是这样在处理。所以当我们在听了很多谣言的时候，你喜欢听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听那种很奇怪的啊，其实那过程也很像哥林多城的人。我们处理事情也很多时候都是用关系来处理，我跟他比较好，所以我会讲很多他的好话；我跟这个人比较不好，我会说很多他的坏话。所以当中我们常常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真的有公正吗？你真的有办法去处理这些吗？当你领受这样智慧的时候，你有办法去用你的智慧去处理这些事情吗？你怎么样站在那相对或者是说真正公正的位置？所以这女人在讲说，这里面没有别人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所以没有其他的因素了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们各生了一个男婴。而她也在陈述说，有一个晚上，这事情发生在某一天的晚上，那天晚上她压死了自己的孩子。他压死了自己的孩子，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其实，当我们以前在带孩子的时候，其实也看了一些资料，也在讲到说，其实有些孩子真的是因为被爸妈压死，或者说那被子，孩子盖到大人的被子，他口鼻被捂住了，他自己拨不开，或者说他自己在玩的时候，自己的被子捂住了，其实各种这种状况都有，会发生孩子死亡，其实各种状况都会有。所以在当中这边讲到说，他讲的是这状况应该就是他压死自己的孩子了。所以有些人其实，或许父亲，或许母亲，其实有时候还不习惯旁边有人，或者说已经沉睡了，累到个程度已经沉睡了，所以压死人把他挡住。其实孩子很小，可能压死他，可能遮住他的口鼻，也不晓得。就有这样的机会，不小心孩子死在自己的身上。而当那个人后来发现的时候，他说那个人发现了，他就趁我还睡着的时候，就把我的孩子抱走，把他的孩子放在我身边，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去交换了，把他死的放在我手上，然后他把活的抱走了，他的孩子丢在我当中，他把他压死了，抱来给我，然后把我的孩子抱走。所以当他陈述这些的时候，也是在说那一天，当他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也就是这边在讲的，
那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他要喂自己的孩子喝奶，他要喂自己的孩子喝奶的时候，发现死了。所以我想这也是他的推测。他推测，当我起床的时候要喂我孩子吃饭喝奶的时候，发现他死了。然后我抱着他去看着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发现这不是我的孩子啊。其实，在这样一段时间，应该不是2、3天而已。这样一段时间之后，妈妈常常看着喂着自己的孩子，也常常在看着孩子，所以慢慢的会知道这孩子的长的状况，他的头、他的眼睛、他的鼻子、他的耳朵、他的嘴巴、他的身形会长成什么样子。所以在这样观看的时候，其实他会很了解自己孩子长什么样子。所以当中在看的时候，也发现啊，这孩子并不是我的孩子。他发现这个孩子长得不一样，并不是我的孩子。所以当他这样看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往前推。他猜测，那这个孩子是他压死的，他丢来我手上的。所以他这当中也去观看，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，我认得出来。但是他发现这不是他的。所以当他讲完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当然就站出来说：“不，活着是我的，死的才是你的。”第一个女人说：“不，死的是你的，活着的才是我的。”其实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发现现代的人跟几千年前的人都一样，在比谁的声音大而已，并不是在说这边的事情哪个才是对的，比声音大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常常是那些没有理由的、那些做错事的那些人，在比声音大，觉得我吼得过你，我可以把你镇住了，我把你吓住了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好好去讲这些事情了。你被吓到，你会不知道怎么来处理。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好的人，那些做事正确的人，他讲话没有那么大声，常常在讲理的人，常常会被人家吼的，突然间不知道怎么讲理。而那一些人呢，他只要无理取闹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女人，她就是这样子，开始在无理取闹。她在这整个事情当中，她能够透过无理取闹来赢得这场战役。但是这女人她也在那边分析，在那边讲这些事情，把她头头是道的把它讲出来。我遇到是这样的事情，我猜测应该是如此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而这个孩子为什么是我的？因为他的长相等等的，我认识他。当他出生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他，我一直喂他喝奶，我明白这孩子的长相，我就知道我的孩子是他手上那一个，不是我现在这一个。所以在当中吵起来了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好像吵输人家，当你吵输，并不是代表你是输的，不代表你是错的，只是在那当下好像你是输而已。而那一个无理取闹的，也常常因为这样吵赢的，就觉得是我赢的，那就是我的。其实这也是我们要谨慎的。我们究竟在这事情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？我们只是在当中比关系、比声音大、比谁吵得比较凶。其实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都会觉得很烦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们不能安静一点吗？其实有很多在处理事情的人都是这样子，不想要被吵，就觉得事情处理完就好了。其实不管他处理怎么样，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是这样处理管他的，反正是你们的事情，我把这些事情处理完就好了，反正对错无所谓。所以这当中要去谨慎，我们是这样在处理事情吗？我们是这样在处理事情的吗？所以这当中常常在这样处理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女人，另外一个那女人，感觉上就是这样在闹而已。她只要闹赢了就可以了，因为在当中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来断定这个孩子是你的？没有办法，那我就吵赢就好了。但是我们在这当中看到所罗门王心里想着，这当中他们都说孩子是自己的啊，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些影片，不知道台湾现在还会不会有？我们看到很多影片都是中国的，那他们用很多的方式去把人家孩子抱走，甚至现在都会有那些你孩子很可爱，借我抱一下，抱了就走了。我说抱，那这个孩子就开始假装那一种婆媳关系等等的，在这边吵这个孩子，要这个孩子。而很多人只是要把这个东西赶快弄开，根本不分青红皂白，
人家抱走就抱走了，到后来才发现不对，都已经为时已晚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王面对这事情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面对在这当中，他心里面想，这两个人都说活着是自己的，死着是对方的。确实啊，如果两边不是都这样讲的话，各说各有理的时候，那这些事情就很简单，可能就不用到这边来。也确实是这样很困难，各说各话，每个人都说自己的，每个人都有理。这孩子抱在他手上，然后这个说这是他的，然后他陈述了很多理由。那因为他陈述这么多理由，就听了他的吗？难道他吵得这么凶，就听他的吗？其实我们真的要处理，我们会有两难。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，在断定许多不管是教会内、教会外的事情，你要怎么来处理？常常是因为讲话大声的人、无理取闹的人，我们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想要淌这趟浑水。有没有发现，在台湾很多群体是这样，我不想淌这浑水，那是你们自己事情，你们自己处理。很多人会觉得我不想得罪那个无理取闹的人，他闹得很凶，这个人他以后会对我怎么样？很多人会有设想，这个人会对我怎么样？他会不会出什么样的手段？所以我不想得罪他，所以把这事情判给他，或站在他那一边。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，这个人很可怜啊，但是现实状况是，很多人会站在那个闹事的那一边，心里面可能觉得，这应该是这个吧。但是当你在讲话的时候，你不想得罪他，你就会做那个选择，是不是如此？我们可以去想一下，会发现台湾是很多是这样子的，甚至你处理事情也是这样子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真的是上帝给他的智慧，去把那种人心里面的状态，把它呈现出来。于是所罗门王说，跟他旁边人说：“给我拿一把刀来，拿一把刀来给我。”所以这旁边的人就去拿刀了。拿刀要做什么？是要杀哪一个女人吗？是要处理什么样的事情吗？其实大家也都在等着看，到底王要怎么处理。所以左右的人就把刀拿来了，王就下令把这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这女人，一半给那女人。你们都说是你们的啊，你们都说活着是你们的啊，这个孩子是你们的，那都给你们吧，一人一半，对不对？这样最公平，一半给你，一半给他，最公平。把他砍了，劈成两半，一人一半，这最公平。其实可能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觉得，饼干可以这样子啊，饭可以这样子啊，东西你可以劈成两半，一人一半啊。但是人怎么可以？但是我们看到下面对话就很好玩。那真正的母亲心疼孩子，他就说：“陛下不要杀这孩子，给他。”其实这是真正母亲的想法，不在我手上没关系，这个孩子活着就好，不要杀他，这个孩子活着就好，给他没关系，给他，至少我还可以看得到孩子。你杀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他就觉得无所谓啊，劈了就劈了嘛，反正我也不要了，不必给我，劈成两半都给他。所以不给我不给他，劈成两半吧。对他讲无所谓啊，反正我的孩子都死了，这砍了也无所谓。所以这就是上帝给所罗门的这样智慧，去把人内心的那个心态把它阐明出来。真正的母亲就会着急，真正的母亲就宁愿孩子活着，不在我家，不在我手上没关系，我宁愿孩子活着就好。那不是真正母亲就觉得反正砍了没关系嘛，无所谓啊，反正我孩子已经死了，就砍吧，不要给我也不要给他也没关系，砍了没关系。对他来讲他也不会痛，因为他孩子已经死了，这别人的孩子死的无所谓。这也类似我们台湾人在讲的，把来给那西北料无所谓，反正死了都别人孩子无所谓，你再砍几个都没关系，因为我的孩子已经死了。
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所罗门王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厘清，到底这个孩子是谁的，他去让那个真正妈妈的心态出来了。所以所罗门王才会说，不要杀这孩子，把他交给第一个女人，她才是真正孩子真正的母亲，因为他会担忧这孩子，他会心疼这个孩子，他会为这个孩子来着想。而另外一个女人，她所展现出来是无所谓，反正死的不是我的嘛，所以他来说不要杀，把他交给第一个女人。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说他真的有智慧？其实回来看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可能会傻了，我们可能会一片空白，这事情该怎么处理？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当中在祷告，主啊帮助我，让我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？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王这样做，也真的把事情处理完了。在前面在讲到说，可能在各个城里当中，有很多人都处理过，他们都会觉得这是烫手山芋，很棘手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来到所罗门王这边，他处理掉了，他把它解决了。所以在这事情当中，也让前面处理这些人，有可能会想啊，早知道我也这样处理就好了。如果有早知道的话，那事情就很简单了。所以就是如此，我们看事情就是这样发生。所以当他们知道所罗门王这样的裁决，就很佩服他，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说：哇，这个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。这些前面处理过的人都会觉得哇，很厉害。其实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也就会发现，哇，原来这就是我们跟他的差距。他有智慧处理，那我们呢？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想破了头，讨论了很久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但是我们听到所罗门王就这样处理起来了，所以这当中也真的去感受到，哇，所罗门真的领受上帝给他的智慧，他能够很公平的审判这件事情，不是站在哪一个人身边哦，不是因为他讲的很有理，所以听他的。不是他讲的很大声，不是他这边吵这边闹，听他的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，他可以很公平的来审断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上帝的给他智慧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要怎么去求？在昨天经文里面讲到说，当上帝说你要什么，我给你。在这当中，我们怎么去求？而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去处理？是站在我们关系比较好的那边吗？我们常常处理事情都是用关系，我跟谁关系比较好，我会听谁的，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用先入为主的观念，谁先讲谁先赢。现在台湾很多处理方式都是这样子，所以有很多人会讲话就先发制人，我先讲先赢。所以我们处理事情是看关系吗？我们处理事情是谁先讲，谁先讲先赢吗？早期还有谁的红包比较大包，现在可能也是会有。所以有很多可能我没有讲出来的东西，你可能知道。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去想一想，究竟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处理？我们都说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回到信仰来处理，真的有这样做吗？我们真的把它摆在上帝面前吗？我们真的领受上帝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吗？其实这许多事情真的是对我们一个挑战。面对这些事情，我们怎么处理？我们羡慕别人或嫉妒别人，你真的有能力进到那个位置吗？愿上帝怜悯我们，也愿上帝赐福我们更多的恩赐，来做更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当中也让我们去看，究竟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走向哪一个情况？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要怎么样让上帝来使用我们？透过这些经文，我们透过这案件去思想，上帝确实帮助所罗门，赐给他智慧。那我们呢？让我们用一些时间
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，当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领受了你对他的祝福，你让他有这样的恩典，让他领受这样从你而来的智慧。当在面对这样的事件的时候，以至于更后面有许多事件的时候，他都能够有智慧的去处理。主也让我们在当中领受从你而来的恩赐。许多时候我们或许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些，也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来将这些摆在主你手中。就像雅各书说的，没有智慧的要来到你面前来求智慧。主要恳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去经历主你的恩典。现在主，愿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里面交在主你手中，让我们生命有主你的同在，让我们愿意仰望你，经历主你的同在，你的带领。主要面对这许多事情，让我们不再是用我们的性情，不再用我们习惯，不再用我们自己的方式，不再用我们跟谁的关系比较好等等的，而是领受从你而来的智慧，让主你的带领，让主你亲自在这些事情当中来掌权。许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听别人说什么，很喜欢照着这许多的闲言闲语来处理事情。但主让我们在当中悔改，不再是陷入在这些情况里面，而是愿意真实的去处理这些事情。就像这边讲到说，大家都很惊奇，在当中所看到的是所罗门他所展现出来的智慧，在当中所看到是所罗门他照着该处理的方式来处理，照着这样的公平来审断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就祝福在当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帮助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，愿主你悦纳
我们今天的聚会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摆上，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，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愿上帝祝福你。